俄罗斯北方舰队第14军团副司令即马传出讲，伊伫乌克兰的战场死亡啊，原因有可能是去打着俄罗斯家己设的地雷。目前俄乌战争也继续咧拍，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预算即马是卡伫国会。白宫已经警告讲，若是美国无搁继续提供武器予乌克兰，安尼俄罗斯有可能会赢一场战争。罗西亚官方证实，45岁北方舰队第14军团副司令扎瓦斯基少将伫赫尔松死亡，无讲到原因，但传出伊是无小心去吸到家己军队部署的地雷死亡的。扎瓦斯基嘛是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以来殉职的第7个将领。俄罗战争真紧绷，但是罗西亚总统普丁嘛是咧无用伊明年竞选第6任的代志。普丁测试参观罗西亚大型博览会，真认真咧听苏联核弹设计相关解说，过程中有人甲伊点无语的核开关装置，但伊伫遐是拒绝去启动，敢若是要强调伊之前讲过的，袂凊彩去使用原子武器，也是改变使用这种武器的原则。另外一方面，拜登政府伫初时是发出紧急警告，表示讲，若国会无批准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几百亿美金的军事和经济援助，这可能会互基辅陷入危机，等于互普丁占优势。I believe that any member of Congress who does not support funding for Ukraine is voting for an outcome that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Putin to prevail. That is, a vote against supporting Ukraine is a vote to improve Putin's strategic position. 拜登政府伫今年10月，捌要求国会来批准1060亿美金的保护预算，差不多是台票3兆4268亿，用来资助乌克兰、以色列、台湾和用伫美国的边境安全。但美国众议院长落尾跟他通过用预算援助，两党的协商嘛调伫遐。对这白宫管理和预算局的局长杨文嘛讲，国会若无采取行动，到今年年底，美国会无资源替乌克兰来采购更较侪武器和设备，若切断美国的武器和军备的供应，等于是伫战场顶悬，规个乌克兰的卡塔夫拢拍登去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